贵岛农教透过实习机会，让学生诶是得畅快接触职场，也希望农企业是得多看重学生诶。不过贵岛家长还是希望新人咧是得去读大学。不过高职生又认证教育体制无强用，升学机会相对较少。高雄农业会针对农业高中职以上嘅毕业生推出的农业公费专班安尼嘅制度，延时屯三间大学、嘉义大学、屏东科技大学，还个明桃大学来合作，学生嘅4年大学学测费仲可以免费。透过课程设计，教育人精致农业，还个科技化农作，特别有机栽培技术也到，想要培养出有创新还个经营能力的农业接班人。稍後來落嚟看下先，到底台灣農業欠用嚟嘅人才呢？也能用嚟改變農業環境呢？在視野中間，你可以看到那個植物的細胞在裡面。那你要分辨清楚哦，到底那個是正常的、一般的雜質，還是植物細胞？那植物細胞它有一些彈性纖維，有些結締組織。那還有，如果是寄生蟲卵的話，它的形狀會很明顯。那像一個蛋的一個形狀。學生嘅啲實驗90度項用顯微鏡來看，政策用嘅做事，先生啲順控高級下調，而用嘅檢查啲度有蟲嘅冇。那3年級的話，我們會着重在那個情緒保健衛生，還有獸醫的課程，然後呢，讓學生呢養護成呢比較正確的照護動物的觀念，而且他們這時候3年級也比較成熟，動物也摸比較多了，所以要如何在安全的狀況下照護動物，然後呢幫他們做檢驗，甚至呢可以幫他們進行一些小手術啦。然後旁邊就腹側，然後稍微往後一下，稍微往後這樣子。好，那一個同學進來。西路農工學報考嘅學生嘅唔單止有醫療診斷嘅知識，用超音波檢測都同大細動物出血注射都靠唔放假到。像豬有那個打鐵劑，然後剪齒、剪尾，然後打針那些，然後還要去勢結紮，不然它那個公豬會有騷味，人會不喜歡吃。之後牛的話就也是打針。基本上都是打針，然後還要割牧草，就也可以走分析方面的糞便檢查之類都可以，真的可以學到很多東西，就不止就只是餵飼料、打針，可能可以學像懷孕診斷之類都可以。基本上就是想說，可能進來鏟屎的，對。可是事實上學蠻多東西，就是像採精啊、收精那些，然後還有他們的解剖，對，那些都有學。學嘅內容也豐富，漢班上會去做農就有限卡多嘅選擇。唔過台灣教育嘅環境，講下多就會過土家地位數。雖然學生嘅都好教學，係去到農企業實習，唔過做家長時仲係冇定自體，愛繼續生活。他們都是看我個人想法，如果我可以更上去的話，那就會讓我上去。如果我自己想要就畢業後在家裡工作，就依照我的想法這樣走下去。我想要繼續念大學，就是因為我們這邊都學基本，然後我想要去學比較不一樣的，然後比較深入的，要做比較不一樣的農業。因為家長大部分還是希望小孩就不要念到高職畢業，他希望有機會還是再往科大端繼續進修，所以只要是有跟屏東科大產學攜手合作專班，那一屆從事農業比例就高，可能就接近50%，其他都大概在1%、12.5% 左右，這個可能跟家長的期待，跟小孩子他們也認為只念到高職，要從事比較專業，要去改善他的工作環境，可能認為還不足。我來這間景的最後這個品種啊，我來營業課啊。過來就安攏共款，伊長條較濟啊，長條種有是敢有兩三種啊，因經要試看覓，要試做安尼爾。
19年前，去到中贸公司上班嘅钟俊义，就佢大埔图书馆下实习，张家庭为经营公司4年投入。不过，一下大环境改变，伊度透高职嘅学生嘅出入过后，还係去升學。嗰種直接出社會嘅畢業生，自己加一手，未是知道做農嘅人脱產。公司跟農校產學合作啊，就是可以讓我們提早接觸到那個職場的環境，了解這個行業的一些就是工作的性質啊，然後也可以趁早了解自己的興趣跟方向啊。然後我們在這裡也是從那個整地播種，還有田間栽培，到種子採收，這一整個那個都有學習到，對，然後也可以跟我們在學校所學的那個課本互相交流，就是補足，最主要是補足我們一些實作經驗。依這2年我們觀察的話，一般現在因為他們都還有想就學的意願啊。你說他們現在從高職上馬上要進入這個職場，可能他們意願不是那麼高，可能要等到他們在大學、科技大學，那時候整個階段完成，他們才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方向。現在農業這一塊，不是說我們公司面臨到斷層，其他農村也好啦，生產地也是面臨同樣的問題。不過，高職嘅學生嘅認證教育體制同高中冇共用，愛升學也較困難。可是我們的學生家長也很希望有機會就近得到嘉義大學農業相關的科系去學，可是他就沒辦法招。我們要進去一定要透過學測、指考才能進得了。可是我們的小孩子是考統測的，所以這個部分可能要拜託教育部那邊去統整高教師跟技職師。希望只要農的要打破大學跟科技大學這個隔閡，讓持續讓從事農的我們的高職生也有辦法進入到農的相關科系。嗰所農 BB 針對高中職以上嘅畢業生推出農業公費專班制度，亦是同3間大學、嘉義大學、屏東科技大學、明桃大學合作。希望培養出有創新經營能力的農業接班人，韓國同豐原社農企業做策略聯盟，提供更加多新知識，幫韓版上過落實做農嘅學生誒。這一群學生來到我們學校以後，他的學習是除了基礎的這一個農業以外，他還含有科技的成分在這裡面。所以，比如說他未來的朋友，我們有學校研發的新的科技的這一個設備跟設施或者機械，這一群學生是第一個優先來使用的。那透過這樣的跟研發學校的研發廠商的合作，我相信這一批的科技農業的兼併，是對未來我們台灣的農業是絕對是一股非常清新，而且是一個非常有力的生力軍的兼併。包含我們還有帶他們到農企業農場去參訪，好，還有我們未來也會辦一個農業經營模式的競賽，好，讓這些學生，我聽到很多農企業農場的一個好的經營模式，他們可不可以去發想未來，假如說我投入農業，我想要怎麼來經營，好，這一些。那另外一個，我們也搭配策略發行我們的樣農通訊，每個月呢都會把一些青農企業發展一些趨勢，讓他們知道。那位頭拜託農業學校，無就係農業專科嘅學長係因為農業一隻業嘅係都有好發展。對個人來講，唔可以冇數據嘅，唔可以冇看電視，冇些東西做唔得。所以，本身來講，嗬，以為永遠攏係存在。啊，對於其他新人來講，最大嘅好處講，伊哋咧消息就會夾。我哋頭擺可以簽一篇研究報告，也想講我得到新嘅東西，要花很多時間。啊，對其他新人來講，伊用網絡，哦，伊對於電子化也方面來講，伊要得到嗰條消息嘅話，佢夾。按呢情形之下，嗬，更加學農，慢慢嘅要有一啲想法，都講，也係一啲企業，伊愛學嘅東西變鬼多嘅，唔免當種作。未來農業所需要的人才，應該是懂生產又懂管理。
的人，所以在埋头生产的时候，也要抬头来看看环境，再调整自己的步伐。好，那这个就是要懂管理、懂市场、懂策略。汉办落成咗农业发展嘅人才，除咗愛向地行少，每地愛用嘅嚟規劃同管理，還會徹底去改變農業嘅環境。很多的都是從阿公、爸爸小時候留下來的畜舍，老舊的，那這樣變成它的產值，它的整個畜養過程、飼養過程。它的育成力就不好，啊，環境又把整個周遭的環境又做得又不好，啊，所以難免會有一些學生會排斥，好，這是比較可惜的。所以要把真正好的一個，這個產業裡面的人才能夠投入，我在想要多方面的，一方面是那個畜牧場本身要提升。當然，我哋有看到有多位農民農企業已經開始做啊改好嘅，佢哋慢慢地會發展出一種適合台灣嘅地方嚟用嚟做，他個人共下來做像合作社，啊，想講拿起我哋公司嘅股份，啊，他個人有賺到錢嘅時候平本，哦，按樣嘅迄團每個人各強嘅強項，吼，去分割過來，啊，做一個制度，各好嘅工作制度，哦，一點我感覺到台灣將來嘅發展。喺環境改變，農業也在業嘅每月提到時推嚟進步，簽到錯嘅方法。韓國政府同農企業每月有限較好嘅條件，上年攞來做，將會改善農業嘅生產環境，未將行業出新時推新嘅農業路。